哦，太好太好。哦。泰国清迈泰国开放39年，这个所在呢，这个歌词嘛是甲咱讲时间在推进，所以讲的时间其实在过着紧。咱拄仔讲的，为什么修道爱把伫这个路上？因为咱唔想讲明仔载，毋讲活后，因为咱人生伫世间非常的无常，也毋是要离开世间。所以讲咧，修道介好的时间是伫当下，你会当做就是你命啊。咱无想讲今仔日无做，我紧啊，明仔载较大，即个月无来，后个月较大。因为时间毋是咱家己咧拍牌，是上天咧拍牌。因为时间咧非常的关键。人讲目一个年，守一个已经经过几冬，经过20冬。所以讲咧，伫修道，咱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当下。虽然趁钱足重要，但是咱的慧命未来会当回归倒转到咱的附近一天。其实，咱个道理了有这轮回生死，其实来讲咧，但一定爱去来体悟。
咱今日拜佛念佛，咱一定爱学佛，学佛修行，学佛度化众生。安尼才会当留落了个世间境界。哦，咱问想讲，哦，观世音菩萨会当奉拜足好，为什么会奉拜？因为伊有建功有德，伊有去度人，伊有去救人。所以讲咧，咱拜观世音菩萨是咧拜伊的德，毋是咧拜伊的有智有地位。所以讲咧，咱会当去效法了着诸佛菩萨的把握这时间，你人生非常的短暂，但是你会当好好把握这个当下来讲起来，相信咧，咱会当伫这段时间咧来建功立业。所以时间咧过足紧，咱好好把握。咱有时间咧，咱伫山里有菩提心慧班，有心灵成长营，有四年教育，搁咱遮有天女班，搁包括有青少年班。青少年班就是搁咧在世咧读册的囡仔，咱有咱的孙仔干仔孙，每年共款，希望会当来参与自己的顶管，伫顶管四老上，咱来好好把握。那么呢，当然时间催促。这也就是每一届先佛来引团批文了，因为因有赶时间，因为安尼讲咧，因来的时间嘛足有限啊。所以讲咧，来到这个活动批文了后，因为受时间的限制，所以伊爱赶紧离开。那么咧，伊要离开的时阵，旅情也依依啦，当然咧唔敢。因为以一个咧，咱今日来到这个活动参班，大家有熟悉，讲甲有讲有笑，感受道理听了袂歹，佫会当真用了着地化之间内底的道情。那当然要离开的时阵，拢会感觉讲有干。所以老师有一间来引团，伊讲，伊今日来引团的时阵，伊一定要用笑的转，结果。嘛毋是像伊想的，伊要离开的时阵，嘛是抱着伊难舍的心，因为伊看到遮尔济的兄弟姊妹未得到，看到已经有得到的弟子，毋知影人受到，也佫共款迷卖伫即个红尘阶级。所以人讲肉体非我体，风尘非家用。咱若想讲我即个我。只不过就是短暂几十年，那么呢，风尘非家乡，风尘非家乡就是咱世间只是一个风尘，这毋是咱真正的厝。咱真正的厝是伫无形里天，是咱的点灵的过家乡。所以咱人生的重要是咱的灵未来免怎互伊开倒去，这才是重要。所以讲呢，这是咱身份的慈悲，伊来呢。伊的理情也伊当然咧，唔甘咧，是希望讲会当去来甲咱开示，毋过时间的短暂，唯有就爱离开啦，那当然咧，唔甘下人换道理啦，世间太美啦，所以讲咧，而且咱爱去家己体会。而咱世间就是一个红尘阶级，只不过就是非常的短。如果咱若来到这个世间，叫会迷失去，毋知影人要倒转去，讲起来，咱会为着这个问题。其实咱对生到死，这是非常的短暂。虽然咱的厝足好。虽然咱到处有钱，但是这拢是少用少大的。所以咱讲，世间是世间，因不在世间无容易。你红尘阶级去偌水，嘛是非常的关键。所以讲咧，咱茫为了着花花的世间，那么来迷失了着咱的本性。安尼咧，咱应该是一天轮回的真迹。所以讲咧，先佛甲咱讲，世间太美了，因为咱人。迷失在这个道理当中咧，毋知影咱佫有一个灵性的过家乡。即使就是知影，咱大家拢讲，咱大家拢知影家己有一点命，咱未来爱当谁？但是为虾米咱
咱都无法度人去甲伊觉悟。你对伫修行学道当中，这条路好好辨清着家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太平。哦，要叫我来修行，哦，也袂使安怎，也袂使安怎，袂使安怎。哦，甚至呢，哦，有人去佚佗，那我就去佚佗。买卖嘛，买卖伫这个世间，要互你飞天的路，结果呢，咱无来。因为什么？哦，也是佚佗较好啊。咱分两者咧，哦，有酸袂疼，敢会？哦，这个医道前行哦，你打医道无偌久尔，7、8仔医道尔。哦。迄个道业无好，你讲。哦。体多足济啦，哦，这就是过去真正修的人，伊就是觉者觉，因为伫世间咧，哦，你若无这个觉，咱看袂到真个觉体。咱会想讲这个世间就是咱，哦，就是咱要过。所以过去呢，诸佛菩萨伊有感悟，伊发觉有广大眼光，伊有超发的力。所以讲起呢，伊甲会，哦，伊甲会安怎呢？甲会修行烦恼。哦，那么迷失伫这个世间，亲像咧欢喜啦。囡仔咧办公家伙啊，哦。办公家伙啊，会使讲办甲足侪物件，逐个若算了的时阵，就甲伊唬唬的啊，啥物拢有。哦，那么咧欢喜，即出离了，咱阁是啥呢？所以讲，顺地方嘅出家世界来讲，来时佛陀其实地，空在因间造因会，未尽心我是谁？心我之何就是谁？中大生命方其我，合感共用就是谁？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亦无烦恼，亦无一样。哦，咱来甲想，顺地方地相当一个方地，为什么伊会出家？因为伊有感悟。虽然你是皇帝，但是难免一死，所以放下了就荣华富贵，甘愿去修行学道。咱会当成就了着，会当转到这个咱的灵性的国家中，当然呢，人生的欢喜，鱼敢好看？你看鱼敢好看？歹就对了，那大英8点档，较紧的咧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我安尼现在写。来坐电视卡通看8点档，安尼，迄看的袂去嘛。你今仔看了，你会想讲明仔载后壁接的是安怎？所以讲无拢一心一意，因为安怎讲，老师讲讲行道来练习啦，那么咱这讲老师呢，伊惊咱大家来背习这个所在。我讲的上出来咯。我相信看。敢食得到咯？所以讲个老师啦，伊行道来练习，就是咧看8点档，实在囡仔袂长久啦。毋是这个8点档看到昨的时阵伊咱囡仔无看，我迄个心袂舒。所以因若有班莫来8点档甲看落去，安尼就袂失去啊。有影讲你看的是互咱起心动念的。咱若看好人，你有歹人害的时阵，你敢会做去？敢会？会袂？会啊，想要转来甲等落来。千万别拍，人安尼咧。看法家己。上紧个会啊，袂认大，起去电视歹势，家己开始。所以讲起来咧，就是惊咱迷失伫即个道义共款这是咱济公老师来咧惊的，嘛就是伊有看伫即个正面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听咱济公老师的话，好好咧来认识，那当然苦海有时阵毋免伤心，毋免伤心的。苦海有时阵，那当然是咱生到死，只有是几十年。那虽然伫苦海当中，其实咱会当找到一条的出口。啥物出口？因为咱会当听经闻法。伫咱听经闻法了后，咱当着的困难，你看会开，你放会下。其实虽然伫苦海当中，但是你共款犹如伫天堂内底。这就是咱今日爱听讲义的所在，就是伫遮。
头前关渡众生嘛，伊就是讲咱世间人会去遇到困难，所以讲会当留这个经典，互咱听经闻法，会当心领体会。伊个当下内底，咱就讲啊，呀，我在遮想袂开，我在遮放袂下，小可代志，免烦恼会来咧烦恼。那么咧有烦恼就有痛苦，每一工咱就轮回伫这个欢喜无欢喜，欢喜无欢喜，伫这个痛苦当中。咱若会当得到这个道，爱当经常来感受道理，会当减少着烦恼，减少烦恼就减少痛苦。但是你要减少烦恼，唯一你爱听经闻法，法就是方法，就是真理。法就是方法，要互咱离苦得到的方法，那么就是一个真理。那咱若无来感受，咱一天呢，拢生存伫这个伫这个烦恼痛苦当中。所以讲呢，这也就是咱诸佛菩萨呢，希望众生呢，拢会当来听经闻法。所以讲未来有机会，咱家己一定爱出来依自我，爱去修炼修，知影甲毋知影讲，爱赶紧呢，拢家己放低，互即间分堂较济安尼擦，安尼讲好。赞，莫免伤心，当然呢，咱毋过呢，去感受道理，减少你即个痛苦，当然虽然伫苦海当中呢，咱嘛亲像伫天堂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袂去烦恼，那么因缘来相比，莫毋免伤心地，当然呢，伫即个因缘缘生缘灭，所以讲咱伫即世人要食偌济苦，敢知？敢有爱食的苦？咱甘要了苦？老师，这讲老师甲咱讲的要了业有两个所在，咱人讲有业，啥物是业咱敢知？啥物是业敢知？敢知？先考虑。那咧艰苦迄就是业，那咧欢喜嘛是业，是善业甲恶业。为什么咱赚有钱，咱赚无钱？咱的业叫人多。为什么人拢袂艰苦？咱就人若咧感冒，人咧安怎，咱就会，这就是咱的业。所以恶业甲善业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呢，咱要了解两个所在，一个是分堂，一个就是病院。各位前人是要来遮了解，还要去病院？好吃，活动啊，活动。要来遮，要来遮安怎了解？你敢知？了解就是来听道理，来帮忙清理分堂，来帮忙斗相共，来做人才，来做工师，来服务，像讲今日去拜咱礼拜，人拢做回去佚佗，咱就过来遮拼分堂，就过来遮研涂骹，过来遮听道理，就过来遮做人才，做礼节，感觉较辛苦。迄个苦就是你咧了苦啊，讲真诶，咱听有？你就是咧了苦，就是咧了业，咱即世人要食偌济苦缘，但是你若是得着众生食的苦，会当去抵消你的病苦甲车管的苦，因为你平常时拢咧服务兄弟姊妹，你就辛苦啊，就咧食苦啊，所以会减少着你的病苦甲你车管的苦，所以有咱这个老师在讲了解。两个所在，一个是分堂，一个是病院。若较巧的人，就爱来遮了解，来遮了解，免等伊困困的就好啊。你去病院人是吊脚吊手就是开空无远安尼就艰苦。爱食食袂落，食会落都放袂出来，艰苦的。所以讲呢，咱分堂有诶，咱尽量呢，会当来这个所在，来这个。而且甲咱讲呵护伊有理，所以讲这个呵护部门伊是聚焦啦，福甲好伊袂来，唯有咱家己，你要去爱福，还要爱福。福就是修行学道，
会当来扶贫济困、普平日用，安尼就是一个福报。个人是一个福报，了解是一个福报。那么好就是做着无好的代志，那么自然咱会累积恶业。所以讲咧，你咧做好做歹是由咱家己。所以讲咧，咱要做好做歹，咱家己一定爱有这个智慧，伫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咱来提出一个智慧，发挥生命的意义啦，所以讲咧，咱来提出智慧，为什么人咧修行？咱各位知影，当时释迦牟尼佛伊是释大德太子，有太子毋做，甘愿去出家修行，这个人是毋是头壳歹去？敢有？无歹去，伊若歹去，就做福德论题啦。虽然伊往回跳落来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毋过即摆咧福德就是咱释大德太子。所以咱若有智慧啊，你爱看会着你的未来，你毋看你目睭，这个当然上好，有钱有名有地位，有人佚佗，我拢来佚佗。咱来看人，咱唔看人。所以呢，过去有一句话讲：爱先食先苦后甘，咱唔通先甘伊后苦。这是先佛甲咱讲，先佛甲咱讲，咱爱生于忧患，唔通死于忧患。生于忧患就会死于安乐。你若生于安乐，你死就会有忧患，因为你唔知死去对，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。因为安那，咱伫咱的人生内底，咱袂当用咱的智慧去看了人生真见是非，所以呢，对着这个轮回生死，所以咱来学佛，有了着这个智慧，会当真正觉悟，来发挥了着生命的意义。上天互咱这点的生命，毋是来遮得遮空性，是因为这种物件是短暂的，是要互你的生命发出了着更加嘅。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；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你的生命意义走会出来。今仔日你去刚斗相共，大家娱乐，还是你去害人，大家娱乐？斗相共，斗相共。斗相共，咱就娱乐嘛，害人咱就娱乐，对啦。你斗相共，就是发挥了着你的更大的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啦。我这讲安尼咱听。食家己的饭会爱来顾人，别人的生死，讲的是伊兜的代志。但是咱的生命，伊是咱的兄弟姊妹。虽然我是食家己的饭，不过看着遮尔济兄弟姊妹咧，袂得到袂受益，咱就是会当苦口婆心，那么去甲伊鼓励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若有生命，有啥物会当利用着更加？所以讲咧，咱。一定爱发挥着咱的智慧，修道爱认真，过去诸佛菩萨咧，那因为了着丰盛大愿，咱今仔日修求道的时阵，有入下了着十条大。那么志向就是咱人的愿力，愿力就是达，就是基础，成佛的基础，就是咱人生的目标。所以讲咧，伫修道，甲有法度来达到了着万意求愿。所以有一句话咧讲：行尽世间千条路，万条路，唯有修行不无明。这句话，希望大家当面好好来体会。诸佛菩萨，敢是拢过去的有钱人？咱是有钱人、有地位人，若要修行，咱敢会拜？拜啊！佮你拜，伊嘛袂当成就诸佛菩萨啦。所以讲，咱咧拜诸佛菩萨。拢是过去修行的人，所以讲咧，诸佛菩萨无非嘛是希望咱世人，伫世间的当中，要安怎甲家庭过好势，也要去安怎，会当去建功立业，未来人生会当过转去，这是诸佛菩萨对咱的期待。所以咱修道一定爱认志向，无论今仔日遇着偌济艰苦，无论你遭受偌济委屈、偌济困难，修行这条路，你一定爱甲坚持好好势。你嘛惯道机会，你若惯道机会，西方要转去无路，所以讲咧，今仔咱爱认真
治疗着治愈吼，只要咱未来当回归倒转去，咱今日去食偌济苦，受偌济委屈，遇到偌济困难，统统没关系。哦，迄条生死无关系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是爱日子。首先呢，爱明理，当然修道呢，哦，爱日子。首先爱明理，无明理行袂久啦。无明理，无了解着生死，那么呢，就会分断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明理。为什么人爱修行？为什么人爱修行？无修行袂当得。那么修行，家己搁有办法，这咱一定爱了解。哦，你虽然是大人、救人，哦，有可能去减趁钱，但是你为着伊的慧命，要互伊的言行会当回天，哦，那么为了家己会当去了愿，哦，家己会当了愿哦，咱出来就是咧了愿，哦，啊了愿就是了业嘛，那自然而然的，咱要做好事就无问题，哦，哦，咱爱担当使命有勇气。咱讲以前，咱拢是济公老师的道理，咱拢是平庸的弟子，咱有咱的使命，咱的使命就是救人护人，就是打帮助道，就是学道。哦，咱道场的道家，咱一定要学好啊学，啊，咱才有了愿的机会，哦，有了愿的机会，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咱大家拢会当真正来互相啊。切磋讲话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大家互人救人，来学人才、学讲师，吼，伫厨房，咱嘛会当来，吼，来料理，吼，伫中午，咱会当来，吼，交通指挥啦，吼，啊来到摆桌椅啦，吼，来到清分堂啊，吼，这拢都是咱的使命。啊，当然咱爱有勇气，勇气就是。咱遇到困难，毋惊吃苦，毋惊辛苦，毋惊啰嗦，毋惊麻烦就对啦。哦，啊若无呢，咱即条路有人修道的三十字义勇，会当有志甲志无用，头前嘛无法度成就。所以有志爱有人，搁有勇，勇就是你咧做的当中，哦，你一定爱冲破难关，咱才有法度达到修道的途径。咱的勇气若无够，遇到困难你就撤退，哦，那安尼呢，咱要啊，要搁缓慢倒转去呢，困难。所以咱的勇气呢，一定爱有。哦，那好发了解性命，如果希望众生拢会当真正啊来修行学道，未来永生会当回归倒转去，哦，啊，大家伫世间会当好好守住了伊家己的本分。哦，未来救人是偌有的功夫，内修就是家己的内力。那么呢，为什么要内修？咱咧修道吼，若脾气甲毛病拢无咧改吼，咱会讲迄无采咧修。咱卖一贯道咧讲嘛，讲你啦。你讲去咧听一贯道啦，爱性地是较歹的啥话，会各位前提，你家己方面无要紧的，一贯道也方面，咱你敢会使？袂使啦。啊，咱要飞天，嘛无迄个会受气迄个中华元帅，中华元帅若足够受气的去骂人歹啦，伊敢会成分？袂啦嘛，会成分啦吼。所以讲，咱的内修，咱的脾气毛病一直爱改。今年改无足济，我紧有咧改。啊，明年去改过，去改过，去改过，几单过了，咱的脾气毛病出来好。咱就讲哦，迄方面啊，是去听伊管过了后。脾气毛病改偌济，你敢知？哦，迄有够好诶！你甲看卖诶。你若要去大人去甲伊结识伊就来，伊安怎讲？伊改变咗。啊，咱咧身份嘛，着爱改变咧。人想讲吼，我都拢无咧听到你咧感受，啊，阮诶脾气毛病拢无咧改，后盖要去交面咧升班，不可能。伊无迄个会受气诶嘛。哦，你是敢是安尼？对啦，对啦吼。是无安尼讲尔，所以咱来好好了解性命的意思，好好来做题，咱来好好来做题啦嘛。那么呢，诚心和对比，上天出一点是，上天出一点是，咱会当做到啥物程度，你家做到啥物程度，
因为人讲小雨接得歹啦，上体其实是看咱你点心，毋是你学足济人，毋是你做啊讲道理，毋是讲你做啊做工课，咱交做工课交大人，但是咱爱有谦虚的心。咱若无谦虚，咱有骄傲的心，那安尼一种义来要成就，真的是会有困难。所以讲的上天的伊爱咱的诚。你像讲咱过去老菩萨，讲已经80多岁啊，行动较无遐好啦，但是伊嘛会来运动。伊来运动伊就是一块苦的，一块布，去伊就亲的刀，刀啦，像这安亲的，伊是款的袂使对啊，伊较济，但是伊就安尼亲。伊要转去，伊当然要转去知影，是毋是？无咱咧讲，一道理，咱嘛感觉无啥。但是伊毋是，虽然我年纪已经80多岁，行动较无方便，不过呢，我还可以煞好方便，袂当买款。我共款会当做，结果呢，这个钱要转去，答应做人交代，我定是要转去，你爱甲我复印，衫甲我换好，伊就安尼足安然自在的来离开。所以讲呢，咱的诚心在讲。义无做道理啦就是讲，咱济公老师希望咱所有在座呢，是咱济公老师的道理，包括好些，咱一定，爱咱爱大天宣化，替天求道。咱今仔咱大天宣化，替天求道，安尼有可能无？你今仔日做国家的大事，你到国外做大事，是国家的大事。咱今仔是大天。安尼敢有大？比大赛搁较大。国卫精神敢有严重？敢有啦！这做身体的工作是以后要转去，所以咱会当大天宣化，会当大天宣化去，爱当替天行道。所以讲呢，这份工作足舒适，足舒适。这个主任呢，咱来打起来，那么呢，书画心智，书画心智就是讲呢，咱会诚心甘甜。其实呢，咱的老师随时伫咱的边啊，咧甲咱帮忙，咧甲咱打杂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好好的，来行动表现。道理简家己，师徒共办普渡期，即摆就是一个普渡期，只要咱一心用去，你的困难老师会帮忙你，伫你开发道路，老师会帮忙你，带咱前行。所以咱这个办的是天庭用办，那是上天暗中来打帮助的。咱今仔要咱开发80多60个国家，甲近61年。道呢，伫大陆传过来台湾61年、62年。为什么咱的道会遮方便？那么呢，来求道人会遮尔济，拢是善分暗中做的。所以老师甲咱讲，师徒共办普渡期啦。所以讲呢，咱甲世公老师用道内来办理这个普渡期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是解说你拍就好啦。那希望呢，咱以后呢，会当好好来帮助到，咱会当来成功表演，因为咱是活动，活动嘛等于是咱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上天老母娘的活动，毋是任何，毋是负责人，毋是点办书，毋是领你接过者的活动。是咱大家共有，所以讲呢，希望咱以后会当来活动斗相共，爱是如何性格，尤其是伫这一段时间，咧开放报复性，希望咱会当利用上届份咱公历年5天拢有咧念到，希望咱上届份一个人爱度，安尼敢好？一个人度一个敢好？
今日几个？今日100几个？哦，140好记起来哦，4年5工爱减到140啦。咱咧度吼，咱就讲吼，你像人因为组长吼，伊发10个啦，伊就3个组仔囝一个人分3个，拢已经进账啦。伊度一个，拢已经来啊。所以讲诶，虽然是你的心愿会当互囝斗好，敢是安尼？咱的亲戚50朋友60啦，有迄个孙仔啦，有亲戚朋友诶，咱拢会当甲顾。咱稳着谈准吼，甲咱地法组长去告别墅吼，无代无志，不小心去赌3个啦。4位哦，你甲看卖啊，还去到遐个赌。所以若开道士规大规，骹若行，道士规大行啦，敢是？但是这工作爱靠大家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时间呢不容许，后生呢讲到这个所在，因为或许还是这就是咱活动呢，每一档拢有咧互检定啦，检定。